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沪指、沪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沪指走势似乎是似曾相识三大指数探底回升，收盘不是微涨的就是微跌。沪指是微涨 0.07%， 深成指是微跌 0.07%， 创业板指数是微跌 0.09%， 2500只个股上涨，2700多家下跌跌多涨少。两市成交额1.61万亿，比上一交易日缩量29亿，主力资金净卖出417亿元，资金在流出。为什么说似曾相识呢？就是上午震都在震荡，到了下午它突然跳水，但就当你以为它要暴跌的时候，它突然又微回来了，又拉回来，这个让你感受到有一个神秘的大手在里面操纵。这个下午微回来就是涨回来的，不是那个散户或者机构说补仓或者是什么埋伏进去导致它上涨，而纯粹就是一只手在里面拉，到了关键的地方它不希望它破位。这个在以前保卫3000点，还有保卫2700，对吧？保卫2800都见过，非常多，连着好几天缩量。不要看到16000这16000相对于这一个月的成交量来说，10月8号以后这16000它是缩量微涨，缩量十字星，老股民都知道，这个就是预示要变盘，到底往上变还是往下变呢？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谈法这最迟下个周二它就恐怕要扛不住了，不是往上变就是往下变，大家还是要小心明天也可能再继续震，然后周末还得根据消息面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出来，有没有小作文，所以这种走势恐怕周二这个变盘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不到12月10号，这个无论上变还是下变都不用太担心了，属于正常的震荡真正的说变盘，那是9月底这个行情把它吸引进来的这些人他们彻底绝望，有资金撤离，不想再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恐怕就直接找它的市场底。现在每天 1.6万亿的成交额，这个钱从哪儿来的，对吧？肯定还是有新增资金的，有很多10月8号以后杀进来的人，现在天天在里面追涨杀跌，正是不亦乐乎的时候。这个日经他发了一组数据，他说中国的股市连续5周流出，过去4周的流出金额达到了170亿美元，相当于历史最高水平。至于为什么这个外资流出，也就是流出的原因，他说主要有2点，一个对于经济的担忧，还是对未来的经济他还是充满着疑虑。第二个就是对于政策的观点，认为这个财政政策刺激力度是有限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恐怕就是通病，就是非美国市场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元越来越强。这特朗普一上台基于美元交易，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特朗普一上台，这个美元指数还继续走强这个预期那既然以前说美元贬值，这个美联储要降息的话，美元贬值，所以人民币升值，所以说这个人民币资产就显得要涨价所以大量的外资的多少万亿美元要进中国。那现在不就反过来了吗？以前那个逻辑要成立的话，那现在你这个外资要往外流的逻辑也会成立。你看这么快就遭到回旋镖我看了一下汇率已经突破 7.25， 现在已经 7.26 了。大家记住了，这个汇率逢5逢10那都是整数关口一旦突破，那下个关口就是 7.3， 很快突破 7.25， 下个关口就是 7.3。 昨天高盛他预测明年很快到 7.6， 这是高盛的观点，他认为 7.6， 但是更多的人看到了 7.8， 还有个别人就甚至看到了8点几，这个太远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先说突破 7.3， 那是恐怕指日可待大家还记得那个贝莱德吧？去年网上传言贝莱德说咱们这胡适什么狗屎什么骗子市场，大概这么说的吧，交了很多学费清仓跑了。后来又传言说贝莱德又加仓中国的这个胡适，对吧？又配置了很多胡适的资产，这都是小作文传言。今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这个就是贝莱德资产配置的主管这位女士她在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追问之下她谈论中国的股市。大家看视频Is it all in China right now?
I think people are excited about a rotation into China, but I have to tell you, I'm not a buyer. I mean, I know there are people at BlackRock who are saying this is a renting opportunity and they're going to be tourists, and that's great. But I think there are better opportunities, frankly, still in U.S. equities. I understand that Chinese equities are cheap from a multiple perspective, but sometimes stuff is cheap for a reason. And I'm so thankful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put a floor on the economy. That's necessary for overall global growth, and I think that's very supportive of some of the global names that I love. That said, we're in a bit of a show me period for China. Like, we've had some false starts. We've had some big promises. And then we haven't had follow through. So I'm okay if I miss part of this rally if I'm focused on the bigger beneficiaries from China not falling through the floor. Okay, so what about the U.S. companies with exposure to China? Like Bank of America just upgraded materials. They have one of the best betas. They're the top sector related to China, and they've underperformed in certain months. Lik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I mean, that's historically been the right playbook, right? Resources have been big beneficiaries. I'm not super convinced that that's China's playbook going forward. Spend on material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I think a big thing that we need to remember is that the U.S. election is a massive policy ev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what that does to global trade and to global growth is a big question mark. I think under either administration, we're going to see some changes in 2025. So I'd be cautious about making a very big long-term investment before we see the policy move. 那贝莱德的意思就是咱们股票是便宜，对吧？你要是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你想想咱们的股票，比如20块钱，那对他来说合着不到3美金一股呗，那相当便宜。但是啊，你根据公司的质地来说，你这就不便宜。人家说的很委婉啊，你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啊，这就是我节目里面啊天天反复强调的，对吧？你这个资本市场是这个主体啊，一个个的难堪大任呐，上市目的就是割韭菜，就是套现。很多公司它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奔着上市来的，来圈钱，所以它一切的目的都是上市，本末倒置了。你说它一旦上市了，你说它干什么？它目的达到了。你不能说所有的公司都这样啊，就是大部分公司。所以你看，它就为了上市，它就欺诈上市啊，为了这个保住上市主体，它就开始财务造假，对吧？为了把它的股价搞上去，好多抵押，多去增发，多去融资，它又开始财务造假，这样股价就能上去。你说他千方百计的把公司搞上市，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给自己的集团呢来个融资渠道，这上市公司变成他集团的融资渠道，那这就必然啊出现大股东占用，这些啊道理，我想那些专家都懂，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怎么堵住？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啊，我以前我还以为在过去5年啊，前5年我天真的以为大股东占用啊，只有民营企业这么干，国企犯不着啊。确实啊，以前国企大股东占用确实非常罕见，也没听到过报道。但是现在你看看，那国企对吧？那国资委的国企大股东占用居然比比皆是，国企做假账，你说这个就没法治了。按理来说，国企你得响应号召啊，不忘初心啊，对吧？你应该主动的以身作则，做表率啊。你怎么跟民企一个德行呢？民企因为它有巨大的动力啊，那占用了就是我的，对吧？他是为自己干，他偷到的都是他的，他当然也偷啊，反正你也管不了，你监管也跟不上，等你发现了再说呗。连国企啊都大股东占用，你是这个就，所以你看啊，这个贝莱德资产这个配置主管，人家叫火眼金睛啊，对吧？一句话道出真相，就是便宜一定有原因。这个大家还记得半夏投资吗？去年应该是10月之前，这个半夏投资他那个老板叫李贝啊，非常活跃啊，对吧？每次做节目或者是写的微博，对吧？表态，那这个都是终身大底，对吧？几十年不入的一个大底。他在去年啊，他的观点大家还有印象吗？但是我们做节目老说这家伙，因为他是私募嘛，半夏投资肯定是被套牢了，鼓吹牛市就是为了好再募集资金。后来半夏投资那个在去年那个反弹的时候啊，他跑出来喊话，已经出了火场的不要重返火场，大家还有印象吧？最近啊，这个半夏投资的李贝啊，又发出自己的感悟啊，他说啊，骗我1次可以，骗我2次可以，不要想骗我3次。看不到事实，光说什么不会再信了。这是一个曾经的死多头，他的绝望。他这话说的已经非常明确了，骗我1次可以，骗2次，我上2次当，第3次当是坚决不上。你现在说的再漂亮，我看不到实际行动，不会再信了。这就是我说的啊，等到12月份、1月份，越来越多的人像李贝这样，那就是掉头向下寻找市场底的时候。关于李贝，关于半夏投资，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找一找相关的报道看一看。最近网上啊在传言这个100亿量化
基金啊叫那个换方量化，它的市场总监被带走接受调查，这是新浪证券报道的啊，界面新闻也报道了。这个他的总监叫李晨，但是不是这个人还不太清楚啊。说据报道，换方量化市场总监李晨确实在协助调查，但是具体缘由尚不可知。这个李晨啊，也是一个人感觉啊是个性情中人，他在去年还前年，他多次劝他的客户赎回，你看看这不是功德一件吗？他不是观点跟我一样，他建议大家不要来投资了，你把钱拿回去吧，赎回，这个市场非常危险，不值得参与，等到这个真正见底或者等到真正走牛再参与啊，就是这个李晨。但是这次被抓，叫协助调查，到底什么原因不清楚，但是很多传言恐怕跟那个他们私募啊，他们这种量化机构和券商合作啊，那肯定他是券商的大客户啊，他每天交易量得多大呀，给券商能带来多少利润呢？所以券商也有可能向他返佣，这不就是灰色收入吗？这不就是贿赂吗？也有可能啊，券商这边出事了，把他带出来了，现在接受调查，但是这个都是传言啊，这也算是个比较大的瓜。这个哥们儿老是劝，对吧？这些投资者离场，恐怕是因为了解太多内幕，良心上过不去啊，太黑了，不忍心割这些韭菜。但是啊，像这种人还是少数，很多这些有头有脸的人还是以割韭菜为乐啊。前不久咱们经常说的啊，就是抖音荐股、抖音炒股，实际上就是那些大 V 带着自己的粉丝，实际上都是各种诈骗、坑蒙拐骗。你指着跟他后面沾光赚钱，他指着你去接盘。关于这个网络大 V 荐股、网络大 V 带这个粉丝在直播间去炒股，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刘继鹏教授啊，他是怎么看的？大家看视频。现在抖音炒股是比较热嘛？您觉得这种现象应该去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去遏制一下？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除了我们媒体的宣传之外，只有让铁一样的事实来给他们教训了，才能够教育。因为美国也发生过这种事儿啊，美国一度这个通过自媒体这个大 V 一号召，大家都去炒一只股票，当然到最后他守不住，还会亏下来，是吧？那这么分散，你怎么可能呢？你能一哄而上，但是同样你也会一哄而下。所以靠这种实践血的赔本的教训也能教育大家，是吧？当然这里边核心问题也还是要看，比如说大 V 说聚集了一帮这个自己的群友一起去炒，那你如果是炒的好股票，它能苟不住，比如你买了特斯拉，这也可以啊。您是短期的吗？那我们说的情况你得加以区别。你说短期，你现在回过头来你能区分出是长期短期，但在大家投入的时候很难讲，因为科技创新股票很多都是没有利润，像特斯拉、像亚马逊都多少年都没有利润，最后才有的。还有 ChatGPT 到现在可能利润能刚刚有一点，就像英伟达这样的，它就是高。所以这里边你说哪个短期长期都很难讲。我觉得这些大 V 其实实际上今后有培养的，可以把他们变成机构，就会好一点啊。他们如果变成机构不是就行了吗？那边的机构目前募不到，你这边不是机构，你就凭个煽动的语言就能让大家把钱都给你，跟你一起去干，而且还那么傻，一直守到你最后，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把中介机构的培育发展纳入我们这个股市发展的法眼就是机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既包括交易所，也包括基金，包括证券公司，这三类机构可以我们在准入的放宽上，量体裁衣的政策，把这些大 V 可以考虑逐步的，你起码品质比较好，你不能说你最后你把别人骗进来，你跑了，骗别人钱，防止骗子像我们当初也有一些这个炒股的大户，那真的是他一看自己爆仓，他是不跑的，像庄家吕梁就属于这种情况。那刘继鹏教授的观点简单，就是招安那个孙悟空在花果山聚众闹事不服管，对吧？这个在这个太白金星的劝说之下、建议之下，玉帝2次招安孙悟空。那水浒里面呢，就更是从头到尾都是贯穿着招安。招安管不管用呢？对吧？把这个网络大 V 让他搞私募，其实招安不管用。你看事实上玉帝把这个孙悟空招安了2次都失败了嘛。你把这些大 V 招安了，
这些大 V 现在赚钱的路子，他所做的和当一个私募做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大家记住了，一旦你成立私募是可以成立的啊，你符合标准，达到条件。那刘继鹏的意思，你把条件放宽一点，咱们要培养这些机构，对吧？把这些人都吸纳进来，都成机构。你有本事，牛鬼蛇神都可以做机构，这逻辑是对的啊。你有本事，你能募集到资金嘛，对吧？你有粉丝信你，对吧？你达到这条件，你成立私募。问题是，你一旦成立私募，你私募要服从管理。这个管理指什么？就比如披露，对吧？你定期要披露你的净值，对吧？你这个私募基金的管理，你必须要放到这个基金账户里面，那个叫监管账户等等啊。你不能把这个人家给你的投的钱，你直接挪到自己口袋里面，到时候跑了找谁要钱去啊？对吧？然后你这个私募你操作，你还得规范，也就是给孙悟空头上戴个紧箍咒，对吧？这个戴了个紧箍咒，他就不舒服啊，他就是不自由啊。天庭里面条条框框那么多，哪有花果山自由自在？完了之后在上面，你感觉自己级别还不高，对吧？你把这些大 V 招安了，大 V 一看他还赚不着钱，还得胡来呀。从这个就可以看出啊，刘继鹏他是个专家学者，他主要是教书和研究，他没有实操经验，就是对这些流氓、对这些骗子到底怎么惩处，他不太清楚。这些所谓的股神，这些所谓的这个什么带头大哥，一直都有这个社交媒体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更便于传播。以前啊，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或者互联网不怎么发达的时候，互联网还是个奢侈品啊，是贵族，对吧？有钱人才能上的。那时候是靠电视，那电视上荐股，那不也是五花八门，这骗子聚集地啊，对吧？后来整治很多回才把它整治明白。那个电视荐股不都是骗子吗？对吧？那些专家在电视上面给你推荐这个股票，推荐那个股票，大家回忆一下啊，一个道理。但是电视资源有限，不是所有人都能上。那些民间大 V 怎么办呢？就是这民间股神啊，怎么办呢？他就在公园里面，就在那个证券交易所，老头老太太股民聚集的地方，就像那个上海耶稣一样，在那儿发表演讲，在那儿荐股。后来互联网放开之后啊，就互联网普及了之后，网上开始荐股，对吧？那个天涯上面有一个带头大哥，他逮起来了，大家回忆一下。那现在对吧？是直播、抖音，骗子一直在，只是工具啊手段翻新了。怎么从根上把它解决掉，对吧？不仅平台要担起责任，更多的还是监管部门，怎么样让他倾家荡产？但是刘继鹏说的有一点我也认可啊，如果他是良性的，就是说他真的只是推荐大家买个股票，我看好这个，我也买了啊，这种应该不算犯法。那对这种怎么办呢？是吧？那只能铁的事实教育他，他就赔钱了，赔的裤子没得穿，被套了，他就知道了，对吧？对那些骗你去接盘的，对那些赚你什么培训费的，对那些把你委托理财，你把钱给他打到他账户上，完了他替你操盘的，这都是骗子。你钱一到他账户没了。为什么说私募基金要监管呢？打到监管账户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也能看出啊，你看那个刘继鹏的回答，确实他没有应对这些流氓、这些骗子、诈骗分子的这个经验。现阶段呢，你平台你只要发现一个就给他封号，平台责任很大。因为现在这个短视频社交媒体是主要平台嘛，这个微博啊是最操蛋，你防不胜防。你只要打个微博上面，他动不动就是那种诈骗分子啊，就是炒股的，一看就是诈骗分子。完了微博他给你推送，他推荐这个北京商报啊，今天刊登一篇文章，早上啊说短期投资对 A 股同样有利，但不合逻辑的恶意爆炒可能害人害己。针对这个村长啊说的啊，长期资金、短期资金我们都欢迎，反正咱们这个事啊，不是过左就是过右，一般都是这样。以前是不喜欢炒作这个资金，就是短期资金，短炒的。村长一说欢迎短期资金和短期资金，那就被理解成鼓励这种短期炒作。这个北京商报说啊，短期投资者的交易必须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如果是利用信息优势短期大量买卖投机获利，则属于典型的内幕交易。如果短期投资者利用资金优势大量卖出某只股票或者买某一个板块股票，不断推高股价，并在高位散户虚假小作文，借机把股票高价卖给不明真相的投资者，则是典型的操纵股价。以上两类违法违规行为，短期投资是害群之马，不受市场欢迎。投资者也要注意，短期投资有度，如果是不合逻辑的恶意爆炒，结果可能会害人害己。一切的根源啊，都是在这个监管这个制度上面出问题了。所以你看呢，就像那内分泌失调一样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但是还是管不好，因为它根源出问题了。那怎么美国怎么资本市场就没那么多事呢？就是我一直说的啊，怎么它事就那么少呢？就咱们怎么就这么多奇葩呢？
这么管也不行，那么管也不行，实际上就是根子出问题了，对吧？然后你每次治病都是治表不治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子没有动。一个正常的市场，监管是根本不管你涨跌的，你爱涨不涨，爱跌不跌，对吧？赔光了活该，你对吧？赚几个亿那是你厉害。他这管规则，把这规则管死了，然后呢交给市场，这个市场呢它都是机构之间博弈多，然后剩下的散户啊，恐怕就30%或者20%的散户，这散户都是人精，这些散户虽然叫散户，实际上他这个投资理念，他的这个敏锐度啊，对吧？他恐怕比那机构也不差，所以这些人都是高手在一起对决啊，你玩这些猫腻没有用，对吧？你利用信息优势，你埋伏进去，把股价拉高，没人搭理你，你自己玩吧。甚至有做空机构盯上了还做空，完蛋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监管参与，市场之间会对决。大家去想象一下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对吧？就像一个赌场一样的，赌场规则定好了，都是赌神，都是高手在里面赌，你出老千也出不了，对吧？你玩这种牌技各种技，大家都是半斤八两，就是那种，对吧？像咱们这胡适这种90%几的都是散户，连机构都是散户，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坑蒙拐骗，对吧？各种割韭菜的方式，然后割完一批韭菜，他又培养一批韭菜，完了他又放一批韭菜进来，你说就这么循环能受得了吗？对吧？咱们的逻辑啊，我一直建议啊，把胡适这茬韭菜给他割完，彻底让他破产，让他离开胡适。就像刘继鹏说的一样，大力培育机构，因为机构这边之间水平差不多嘛，你们互相杀吧，对吧？你们之间互相骗，你看你骗得着谁？你散户你怎么能指望散户跟斗个机构呢？散户只能上当受骗，当然了，散户也喜欢被骗，对吧？他不割点肉他不舒服。川大智胜为什么连续涨停？我记得去年美国的散户好像也搞过一次暴动吧，把一只股票拉爆了，是吧？一夜之间涨了多少？就是都是散户买起来的啊，机构不敢参与，都是散户买，最后不也是被套了吗？反正没人接，你自己自娱自乐，对吧？你们那些人，你自己玩吧，你拿着吧。最终呢，对吧？怎么上去还得怎么下来。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靳老师啊，针对啊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老板啊，创始人，针对这个中国首富钟闪闪他批评这个拼多多的低价战略，认为拼多多这种搞法对中国品牌、对中国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实际上我认为啊，低价战略，对吧？低价销售，拼命的压价格，对消费者来说有利，但是这个低价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了。这个低价是建立在你不断的提高生产率，你不断的这个优化你的供应链，对吧？你不断的取得技术工艺的这个叫进步，你的成本大幅下降，在这个基础上，是吧？你的价格越来越便宜，消费者那当然高兴啊。如果不是马斯克他的特斯拉，那现在估计电动车你还卖个100万一辆，那电动车它能普及到这种程度吗？啊，它能现在渗透到5:5了吗？你看汽车行业就一样，它是不停的更新，对吧？技术更新，供应链化，所以它的价格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所以老百姓他才能买得起啊，对吧？10年前奥迪 A6 恐怕也60万70万，那现在呢，恐怕40万就能买。但是有一种是有害的，就是说你这个低价是建立在剥削压榨这些打工人，对吧？本来工资8000的，你非给他算到4000，完了之后还加班，靠压榨剥削这个，靠压榨利用你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啊，利用你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优势，不对等的地位，你压榨你的合作伙伴，这种对整个产业链对整个经济都是有害的。就是我们反对这种低价竞争，对吧？我们当然喜欢低价，那你这个低价是通过你的生产效率提高，对吧？通过你的技术革新工艺的提升，对吧？通过你的材料的这种升级，成本越来越低。所以说啊，低价战略没毛病。所以对拼多多的低价战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他那种如果是通过压榨劳动者的工资，降低劳动者的待遇，这种低价我们叫骂他。你看看特斯拉，人家车卖的越来越便宜，他们工人的待遇不差呀，工人待遇还提高，人家车卖的还越来越便宜，结果你北京商报不是不同意吗？中国很多小红正能量不是骂他吗？说他是扰乱咱们的民族汽车工业，妄图破坏。我觉得特斯拉这种搞法就是好啊，应该提倡啊，对吧？你既要给这个劳动者增加工资，提高待遇，完了你给消费者还降低价格，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啊！胡锡进说啊，一个企业可以走低价路线，但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不能进入一个不断寻求低价的下降螺旋，市场应该创造性最优性价比，而不是一味打恶性的价格战。就说明胡锡进在讨论经济这一块他是有短板，对吧？他理解不了这事，价格就得不停的降低，你不停的降低，你才有利于推广，有利于去占市场。但是这个降低刚才说了，前提是你在技术上不断的攀升。如果现在一辆汽车，对
对吧？或者咱们说小米苏7吧，卖5万一辆，那你说有多少人会去买？大量人会去买。如果小米苏7卖5万，它不赔钱，对吧？它通过它的技术革新，对吧？通过它的生产线效率提高，那你说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这个低价就有害呢？不仅没有害，而且全世界都害怕你，因为你这小米汽车恐怕横扫全世界啊！关税给你加到200%，你还照样赚钱。完了，如果你再有独特的核心技术，那人家不买还不行，对吧？关税加多少，那些国家的消费者还买，还排队，还加价，这多好的一件事啊！哎，所以说啊，你不能建立在压榨这些劳动者，你不能靠偷税漏税，你也不能靠国家补贴来搞低价啊，这个叫危害经济。也只有这么卷，才有人会去想着怎么提高技术，提高生产率。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